大家好，我係賽馬會劉金會運動教練鄧 Sir， 同時我係一個3項鐵人運動員同埋一個前蛙艇運動員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50+非常重要嘅健康議題——肌肉流失。有研究顯示咧，如果冇運動習慣嘅人咧，至成年之後每10年咧就會跌大概5% 嘅肌肉量啦。咁咧肌肉力量嘅下跌咧，仲會更加明顯添。如果肌肉力量減弱嘅話咧，平衡能力同埋反應能力咧就會減弱咯。同時亦都會增加咗咧跌倒同骨折嘅風險，嚴重影響我哋嘅生活質素。唔單止係咁啊，肌肉量減少咧，亦都會令到我哋嘅基礎代謝率降低啦。同時咧，亦都會令到我哋咧容易變得肥胖，亦都會增加我哋罹患呢個骨質疏鬆啦，同埋退化性關節炎嘅風險。好彩我哋可以透過肌肉訓練，有效咁樣減緩甚至改善呢一啲情況。肌肉訓練唔單止可以幫我哋增強我哋嘅肌肉力量，同埋可以幫我哋穩定血糖，仲有可以改善我哋嘅心血管健康。因此，賽馬會劉金會引入咗 SmartFit 智能器械健體系統，幫助50+人士有效安全咁樣進行肌肉訓練。SmartFit 系統會有6部機去幫助大家去鍛鍊我哋嘅上肢，有2部機會鍛鍊我哋嘅下肢，有1部機係負責鍛鍊我哋嘅腰腹，然之後仲有1部機係鍛鍊我哋嘅背部嘅。咁咧就可以鍛鍊到我哋身體唔同部分嘅肌肉啦。學員只需要根據器械裡面內置嘅電腦指示，喺教練嘅指導底下進行循環模式嘅訓練。你唔需要太擔心操作好複雜嘅，因為教練會駐場睇住大家。此外，每位學員都可以用手機裡面嘅 My Wellness 應用程式記錄同埋檢視自己嘅訓練進度。所有嘅訓練數據都會上傳到雲端，等你可以隨時檢閱翻過往嘅記錄，掌握自己嘅鍛鍊狀況。咁樣唔單止可以幫你設定個人目標，亦都可以令到你日常訓練裡面更加有方向，提升運動效果。我哋重視安全同埋個人化，喺每個學員開始訓練之前，都會有教練1對1評估，了解佢嘅個人體能狀況，並且學習點樣正確使用器械。我哋嘅評估會包括身體成分分析、肌力測試、關節活動度嘅評估。而喺訓練嘅時候，教練亦都會監察同埋指導大家，確保大家嘅動作係正確嘅。接住落嚟就等我為大家快速介紹呢6部器械，佢哋專為鍛鍊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嘅肌肉而設，有效提升50+嘅生活品質。咁呢一部就係我哋嘅胸推機，主要係鍛鍊我哋嘅上肢同埋胸部嘅肌肉，令到大家提起一啲重物嘅時候更加輕鬆。咁呢一部就係我哋嘅膝伸機，主要係鍛鍊我哋嘅股四頭肌，即係我哋嘅大腿前面，令到我哋上落樓梯嘅時候更加輕鬆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嘅膝屈機，主要咧就係鍛鍊我哋大腿膕繩肌，即係我哋嘅大腿後邊，主要咧就係幫到大家咧彎腰攞嘢嘅時候咧更加穩定嘅。咁呢一部就係我哋嘅捲腹機，鍛鍊我哋嘅腹部肌肉，增加我哋核心嘅穩定性，令到我哋嘅體態更加靚。呢個就係負責我哋背挺嘅器械啦，鍛鍊我哋背部嘅肌肉，減少腰背痛，改善坐姿。咁呢一個咧就係負責我哋肩膊上推嘅器械啦。咁啊主要就係鍛鍊我哋肩膊嘅肌肉，令到我哋抬手拎起一啲重物嘅時候更加方便。而家就等我為大家示範一下點樣去用呢6部器械。記住要留意以下嘅重點啊！上半身緊貼椅背，可以選擇直握或者橫握，調整適合自己嘅手柄位置。按下開始鍵之後，按照系統建議嘅節奏屈曲同埋伸直手臂。注意呼吸，發力嘅時候呼氣，放鬆嘅時候吸氣。請你留意上落器械嘅時候，請勿以兩側嘅手把作為支撐嘅力點，免生危險。小心座位自動調整，避免夾到手同埋衣服。上半身貼緊椅背，膝頭哥對準軸心，用腿部嘅力量向上伸直，感受大腿肌肉嘅收縮。注意呼吸，發力嘅時候呼氣，放鬆嘅時候吸氣。請你留意上落器械嘅時候，請勿以鋼護墊作為扶手，
免生危險。調整腳部固定器，確保鋼護墊貼緊大腿，然後上半身緊貼椅背，膝蓋對準軸心，向下屈曲至90度，感受大腿後側肌肉嘅拉伸。注意呼吸，發力嘅時候呼氣，放鬆嘅時候吸氣。坐喺凳上面，手臂穿過肩帶圈，收緊腹部，利用核心肌肉嘅力量，將胸口同埋膝頭哥嘅距離拉近。注意呼吸，發力嘅時候呼氣，放鬆嘅時候吸氣。注意唔好用頸發力。坐喺凳上面，腳掌踩穩，調整你嘅坐姿，令到背部挺直，夾緊背部，感受背部肌肉嘅收縮，進行前壓同埋後挺嘅動作。注意呼吸，發力嘅時候呼氣，放鬆嘅時候吸氣。坐喺凳上面，上半身緊貼椅背，握住手柄，調整手握嘅闊度與肩膊同寬，重複屈曲同伸直手臂嘅動作，注意肩部唔好縮起。另外，同胸推機一樣，上落器械嘅時候，切勿以兩側嘅手把作為支撐嘅力點，免生危險。透過 SmartFit 系統嘅鍛鍊，大家可以增強到自己嘅肌肉力量，改善身體嘅機能，從而提升自己嘅生活品質。例如胸推可以幫助我哋容易啲搬運一啲重嘅物件，而膝伸就幫助我哋上落樓梯嘅時候更加穩健，而捲腹就可以令到我哋有更加挺拔嘅體態。賽馬會劉金會嘅 SmartFit 系統適合唔同體能程度嘅人士去訓練佢哋嘅肌肉力量。我哋會提供專業嘅評估、指導同埋監察，確保你嘅訓練安全有效果。值得留意嘅係，肌肉訓練咧並唔係一日就可以達成到佢嘅效果嘅。通常咧，我哋都要進行大概3至6個月咧，我哋先會見到明顯嘅效果㗎。因此，我哋會為我哋嘅學員定期進行評估。咁教練咧就會根據學員嘅表現啦，同埋進度咧，每3至6個月咧就會進行一次再評估嘅。咁了解到學員訓練嘅成效之後咧，就會進行一個適切嘅調整。咁希望咧為各位學員咧達到一個最理想嘅鍛鍊成果。咁我哋嘅 SmartFit 系統裏面咧會有5種訓練嘅模式咧，俾學員去選擇嘅。我哋會根據翻咧學員嘅體能水平啦，同埋鍛鍊目標咧去做翻個調整嘅。咁教練咧就會根據個別學員嘅需求啦，咁去設計一個咧屬於佢合適佢嘅訓練方案。咁咧希望能夠提升到佢嘅肌肉力量啦，改善佢嘅健康狀況，同埋增加佢喺日常生活嘅運動能力。SmartFit 智能器械健體系統希望為大家提供一個安全有效嘅肌力訓練，持續追蹤自己嘅進度，希望令到大家邁向一個更加健康、充滿活力嘅生活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可以立即致電我哋電話，或者親臨我哋賽馬會劉金會參觀了解，等我哋為你設計一個最適合你嘅運動方案。喺我哋嘅專業指導下，你一定可以活得更加健康、更加自在嘅。踏出健康第一步，就由今日開始啦！